校每周五間的 talent show 才藝表演再次如約而至，持續為校園注入活力與歡樂。這個備受師生期待的常態性舞台，不僅見證着同學們的才華綻放與成長蛻變，更凝聚起彼此支持、相互鼓勵的溫暖校園氛圍。本輪 talent show 聚焦肢體的律動之美與語言的韻律之韻，舞蹈隊與中文朗誦參賽同學相繼登場，為全場帶來一場兼具張力與溫情的視聽盛宴。首先點燃舞台熱情的是在學界舞蹈比賽中取得優良成績的舞蹈隊，伴隨着節奏明快的動感音樂，舞者們以活力滿滿的舞姿、整齊劃一的動作，充分展現出紮實的舞蹈功底與默契的團隊配合。緊接着，在中文朗誦比賽中斬獲優秀成績的參賽者們，神采奕奕地邁上舞台，為大家呈現一場別具感染力的語言藝術盛宴。同學們精心挑選經典中文篇章，以字正腔圓的發音、抑揚頓挫的語調，將文字深韻的情感與獨特意境娓娓道來。透過他們的聲音、漢語的優雅韻味與文字的力量得以充分彰顯，既展現了同學們紮實的語文素養。Talent Show 不僅是同學們展示才藝的閃亮窗口，更是大家積累舞台經驗、增強自信心的重要平台。尤其看到參賽的隊伍在此磨練技藝、積蓄力量，更增添了一份期待與鼓勵。Talent Show 將繼續秉持初衷，讓每週五的午間都成為同學們釋放才華、綻放光彩的快樂時光，與全體師生一同譜寫校園生活的美好樂章。